大家好，我係歐陽國良醫生。嘆咖啡咧已經成為香港人嘅 lifestyle， 每日一杯咧當然無傷大雅啦。但係你又知唔知咧？飲完一杯咖啡8至10個鐘頭之後咧，仲有一半嘅咖啡因咧其實留喺體內。如果你每日飲超過一杯或者好晏先飲咧，咖啡因係會令到你停留喺淺層睡眠，瞓得唔好㗎。好多人咧話自己飲完一杯咖啡咧，其實可以照瞓。其實就算你感覺唔到咧，咖啡因咧依然會對你嘅大腦咧發揮持續嘅功用，影響你睡眠嘅質素。不過咧有個兩全其美嘅方法，就係遞減咖啡因攝取法。將咖啡因含量最高嘅飲品咧喺朝頭早飲，然後之後咧逐步降低飲品裏邊咖啡因嘅含量。到咗下晝2點之後咧，就飲啲完全冇咖啡因嘅飲品啦。例如你早上咧飲咗2杯滴漏咖啡，午餐嘅時間咧就飲杯冰茶，最後咧喺下晝2點之後咧就只係飲水同埋果汁啦。咁樣你就可以繼續飲你中意嘅咖啡，又唔會影響你嘅睡眠啦。少少技巧令你晚晚安枕無憂。